前辈，此处都收拾好了。不知道前辈的作息习惯，就依照此前我家门主喜欢的方式布置了一下。您看看，若是有不满意的，就告诉四月，四月再改。其实，你不必顾及老夫，此处是留给你的。 这是洞口法阵的阵盘和口诀，给我的。前辈，晚辈怎么当得起？前辈相救之恩，小女子尚未报答，岂敢再受前辈如此恩德？晚辈不知如何回报前辈啊！这小姑娘年岁渐长，却还是当年的性子。前辈，若是不嫌弃四月，四月可以的。毕竟答应了前辈。 只要别做炉鼎就行。可以什么呀？老夫独来独往惯了，没兴趣带这个小跟班。而且，老夫这个年纪都能当你爷爷了，以后什么侍妾炉鼎，休要再提。是。前辈，那黑石城陷落后已然成为妖兽巢穴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。 老夫自会量力而为。此地距离云天笑所在之处虽有些距离，但仍难称得上绝对安全。你要时刻紧锁大阵，不要掉以轻心才是。在此地修炼个20-30年，应该可以结丹的。毕竟你灵根不差，莫要断了修行之路。不过切记，我的事，莫要与旁人提及。 莫要与旁人提及。前辈，前辈总给我一种亲切感，就像小姐和父亲那样。我的运气真的很好，一直能够受到大家的照顾。你们让我知道，即使在这最为残酷的世界，也有希望，也有活下去的理由。我也渴望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。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。希望有一天再与你们相见。哎，前辈，你看，四月又再次说字画了。